韩国国旗啊，右下角，左边天右左上天右下，那个八卦符号4个，天地跟水火，左上天右下地，右上水左下火，天地水火。你这安装怎么那么慢呢？有时候支行的也可以辨识，但是不常常成功呢。不是都一定成功呢。银行的为主。那现在这个安装怎么这么慢呢？这奇怪呢。